大家平安。真多谢李工局基金会邀请，互我有机会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是即马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总编辑，我叫陈奕凡。一开始吼，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啦，真无彩吼，无法度甲大家见面，用即个录影的方式来讲一寡即个分享一寡台湾教会公报的历史啦吼。我今仔日讲题是叫做老新犹原在。台湾教会公报的过去、现在、甲未来。未开始之前，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啦吼。因我个人是伫传统的长老教会大汉的囡仔啦。我的外公，我细汉住伫阮外公遐，是伫即个台南的盐城教会啦，伫关仔岭的下骹遐。虽然讲阮外公甲阮妈妈后来阮爸爸嘛受洗，拢是虔诚的基督徒嘛，拢是伫长老教会聚会啦。毋过对于即个台湾教会公报即个报纸讲，阮拢真认同，真知影讲这是长老教会，是教会报纸啦。但是对于即个报纸代表的意义，甲是讲伊后壁的这个内涵到底是啥物吼？讲实在吼，阮外公甲妈妈吼，拢是真单纯的人啦吼，因可能无思考足济吼，嘛无一定对遮个历史有遮熟，甚至讲即个报纸吼，谁会互人重视？伊佫有佫较深的原因是啥？对即个社会意义啥？因其实是无咧思考啦，应该咱种这是教会报纸真好真好安尼，吼。甚至咧，即个教会吼，即个教会公报一开始是用白话字咧刊，事实上我外公外妈嘛是，因细汉其实是。以即个社会标准来讲，会讲因是册无读足济啦，伫山顶咧种水果。但是因捌字吼是为教会即个白话字开始捌，嘛是因生活当中正重要的文字啦。像我知影，阮妈妈甲阮外公咧通批吼，伊后来读师专啦，所以因读册时阵甲处理通批拢是用白话字咧写啦。但是因为嘛是因为咱即个社会教育的关系吼。像阮妈妈甲爸爸即种读书专的人，因对即个白话字并无特别深的理解，讲即个文化上的意义，文化上的意义到底是啥啦？颠倒是伫我成长的过程吼，爸爸妈妈其实嘛袂讲甲伊坚持讲一定爱讲台语，甚至因较会计较的是讲，你华语讲了有标准无？你是毋是爱互像我的查某囝吼？我的查某囝即马才读幼稚园尔，讲敢是爱互学英语啦？若颠倒是台语即块，因可能伫因咧教育的过程中间，因并无受到即个启发，讲这真重要，一定爱了调啥？颠倒是我即代的人吼，颠倒会较想讲，袂使我一定爱甲阮的查某囝讲台语吼，无即个伊若去学校，即个语言若消失去了，真歹掠转来。像我家己是细汉讲台语啦，伫外公遐讲台语啦，后来转去都市读小学、读国中、高中、大学，其实即个环境真少接触到台语的机会啦，咱是慢慢才有机会啦。甚至讲我对即个台湾教会公报的了解吼，嘛是爱我入来公报社才食头路吼。我是算是为基层做起，然后一开始做即个编辑的工课。后来有出去走新闻、做记者，累积一定的即个经验了后，煞有机会来帮助即个公报社，看有法度有搁较侪新的想法，有我一我少年人的想法，所以我就来接即个总编辑的即个工课。伫啥啦，我会定即个题目讲老新犹原在啦，因为咱讲即个台湾教会公报吼，咱即马知吼，我想吼，咱的即个听众也是观众朋友，一定知影，可能知影啦吼。真侪人会知影讲，台湾教会公报就是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嘛。但是事实上，对即个少年囡仔来讲吼，真侪人毋知啦，毋知影台湾教会公报是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嘛毋知影讲，即个报纸即马佫有咧出呢。
这个是一个活的报纸，毋是一个死去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记录尔呢吼。所以我用这个老新游玩在这个题目啦。啊，讲到这吼，来讲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阮遮前一阵仔吼，有这个伫疫情的爆发进前，有这个台南女中吼自由班的囡仔吼，学生囡仔、少年囡仔来参观啦。老师带因，老师是有意识的吼，老师带因来这个所在参观。所以我咧导览的时阵，我就甲因问讲，恁敢知影台湾第一份报纸是啥物报纸啦？吼，哦，这是自由班的学生哦。伊有人反应真紧，是讲啊，我知，就是日本时代台湾民报啦。我就甲笑讲啊，恁搁查看卖，因为即马逐个人拢一支即个手机啊伫手里嘛吼，要查是足紧的。所以手机啊，因随摕出来敲，哇，原来就是教会公报。我就讲，安尼恁知影恁即马徛伫啥物所在？即马就是徛伫教会公报社，所以因即马徛的所在就是台湾第一间报社的所在啦。因遮哇，迄个感觉规个无共哦吼。恁若有亲身来徛伫即个所在，我相信恁的感觉嘛是会无共的。若有机会，真欢迎恁嘛来台南行的吼，看看的。好啊，我一开始吼要讲第一段是讲，即个来者何人呐吼？到底是啥物人？即营无代志吼，走来遮写一个报纸咧。因为咱知影即个台湾教会公报的一开始并不是由即个台湾的知识分子来写的报纸啦，这是为即个算是苏格兰哦，咱知英国有分苏格兰、英格兰嘛，吼是为苏格兰来的宣教书啦。啊，这个宣教书吼，咱较有意识的人可能知影讲，这个是巴克利牧师嘛吼，巴克利牧师创的。但是吼，其实吼，咱看巴克利牧师吼，伊毋是一个人，伊这是其实是背后吼有济人的即个做伙努力，才来完成即个工课啦。啊，咱知影吼，咱先来讲简单来讲一下，这巴克利牧师是啥物人啦吼？巴克利牧师咱知啊，伊就是外国的宣教师啊，吼啊，外国宣教师有啥？外国最侪宣教师嘛，吼，台湾街头即摆嘛是真侪无共宗教的。即个宣教师嘛是看会着嘛吼，但是咱知影一个宣教师吼，伊毋是生落来就是一个宣教师呢。哦，我遮手头吼有一本即个达克牧师的传记啦吼，即本册吼为爱航向福尔摩沙啦吼，内底有讲到伊细汉的时阵的故事。伊细汉吼，咱知影伊有一个介有名的代志，是伊16岁的时阵吼，就有写一个献身文。啊，这个献身文就是讲啊，伊即世人要做上帝的路用，所以咱知影伊有写这个献身文嘛，有去实践这个献身文，所以才会来台湾宣教嘛吼。但是毋是一开始伊就有即种想法的，伊的日记内底家己有写着，讲吼，伊是一个少年囡仔的时阵吼，伊有去因朋友因兜耍啦，啊，因朋友是有钱人啦，有一个别庄啦，啊，伊看到足欣赏的，伊当来就想讲，哇，我大汉吼。我嘛要带即款的别庄啦，要做有钱人啦。但是呢，即个日子一天一天过吼，伊上帝对伊的呼召吼，咱讲上帝对伊呼召就是讲，伊心内有一个声啦，讲我应该创啥物啦，我应该做啥啦。伊了解讲，伊渐渐了解讲啊，我可能我即世人是无缘去趁大钱，哦，啊，谁哪无缘趁大钱呢？因为上帝甲我呼召啦，爱去远远的所在宣扬即个福音啦。所以，伊为着即个决定吼，伊啊决志讲要做即个代志吼，伊伤心流目屎啦。伊知影吼，伊即世人无可能带迄种大的别庄啊啦，吼，所以心内足艰苦的。那所以咱讲即个做一个宣教师，也是要做一个宣教的代志吼。其实毋是遐简单啦吼，那毋是讲伊咧清清彩彩啊，伊甲别人无共啦吼，所以伊其实甲大家共款，伊嘛想要趁大钱啊，哦，但是选择做即个代志。咱知影伊伫苏格兰所在是一个科学家啦，伊是读即个 Glasgow 的即个大学啦吼。啊，即个 Glasgow 用台湾来比喻啦，像咱台湾大学安尼啦，台大安尼啦吼，伊就是 Glasgow 即个所在上好的学校。啊，伊是一个科学家啦吼。啊，即个科学家毋是讲科粉啦吼，咱即摆笑讲科粉是科学家嘛吼，科学家啦吼，是啊吼。伊即个科学家是真诶科学家啦，是研究电气学啦吼。啊，但是伊咧读册时间，伊就有听到即个去
即个迄阵个叫就是去中国宣教倒来的当地宣教师来分享啦，吼，来分享。所以伊迄阵遐几个朋友，格拉斯哥学校即个人讲是3个真优秀的学生吼，因就决志讲好，安尼咱就要来即个远远的所在啦，吼，来宣教啦。迄阵嘛毋知影台湾迄阵叫福尔摩沙嘛，吼，你知福尔摩沙 China 啥，因其实并无遐清楚的，我想啦，因无分遐清楚的概念啦，因为迄个时代是清国的时代嘛，啊，因就知影讲要去远远的迄个东方的所在宣教安尼啦，所以伊做了这个决定嘛，真正去实践，所以毕业了后，就受训练，啊，正做一个牧师，啊，就叫人派来台湾安尼啦，啊，来台湾吼。咱来讲，这教会公布创设，谁人讲毋是伊家己？其实吼，咱长老教会伫台湾近代的即个长老教会啦，吼，毋是荷兰时代迄个荷兰的新教的教会。咱即个近代长老教会，咱会去回顾，拢会讲到一个人叫做马阿国医生啦，吼，伊是一个医生，伊毋是一个牧师。啊，即个马阿国医生吼，伊是算是第一个来台湾的即个长老，即摆咱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师啦。啊，伊为看病来传福音啦，嘛去互讲啊，迄个汉医吼，看伊袂过，讲这西医的吼，要来抢生理的，讲伊太红个啊啦吼，挖人的心脏啦，做药啊啥，去互迫害啦。啊，伊伫台湾吼，真勇敢，一个人死过去吼，啊着那有一定的成果了吼，以后来7、8年了，伊就转去啊啦。啊，后来后壁佫有这巴克这人佫继续来嘛吼。啊，伊转去了，伊就感觉一个代志，伊是医生，啊，伊看到这个所在吼，除了这个医疗的欠缺以外吼，伊感觉文化上吼，嘛有需要有补助的所在啦。所以等于故乡吼，就开始伫伊的故乡的教会募款啦吼，募款要创啥？要买一台印刷机啦。啊，募款的这个钱吼，敢若使买一台二手的印刷机，因为像咱印刷机，你若要文化啊，文字啊，你才合做一体，你有法度去传承这个物件啦吼，毋免讲拢用喙传的安尼尔，嘛有字会使记录。所以就吼，伊的故乡无，啊，像咱即马可能伫台湾的社会无，可能一般人嘛有机会吼，咧一笔钱爱买一台即个啥物机器，送去一个较送乡的所在，这就是咱即马做会到。啊，迄阵马国伫的故乡就是做这个代志，吼，伊就甲这印刷机吼，收的轻轻的。用船寄来啦，吼，寄来台湾，放伫安边港的所在啦，吼。但是这拄着一个问题啊，咱讲这印刷机你敢会晓用咧？敢有人会晓用咧？迄阵台湾一台印刷机都无，啊，当然也无人会晓使用啊。安尼要安怎咧？这个物件放伫遐拍算嘛，吼。啊，像即摆咧斗电脑的意思共款嘛，吼。这个伊要坐船啊的时阵，伊会拆开吼，装10几个箱仔内底啦。啊，这无人会晓装啊，无人晓装要怎使用咧？哦，啊，咱电脑嘛是啊，你零件、主机板啥物拢放伫遐，啊，你无斗过，你无用过，你会晓斗无人会晓嘛吼。所以即台印刷机吼，其实1881年吼，1881啦吼，早吼，就送来台湾啊，啊，就无人会晓使用啊。啊，即阵就是有一个人啊，就是巴克的牧师，伊就跳出来啦，伊吼，是讲吼，既然即摆咱有人奉献一台印刷机吼，需要有人来学即个技术啊。所以伊趁伊休假的时阵吼，转去到即个伊的故乡吼，啊去休假毋是说等于即个休困啊，规工咧晒日头安尼无代志吼，毋是，伊就走去当地即个印刷厂啦，吼，去工厂啦，去工厂内底学讲，即印刷机安怎使用安怎斗啦吼，所以因为较早拢坐船啊嘛吼，所以咧等于足久的时间，搁转来吼，搁过1、2年去啊吼，伊就学会晓即个技术啦吼。啊，伊就甲即个印刷机吼，真正甲组起来啊啦！伫1884年吼，就甲组起来。啊，有试印报纸啦吼，试印讲，试印看卖有成功无？啊，但是迄刊吼无寄出来，啥无寄出来？因为迄阵发生战争啦，即个侵华战争啦吼，所以咧，即个宣教台湾的宣教师吼，因为即个战火的关系吼，所以先走去吼安全的所在先秘籍啦吼。啊，搁出来时阵已经加长冬啊啦吼，1885年啦，所以咱即摆知影的台湾教会公报吼，是1885年发刊的啦。啊，若是干那一个巴克的牧师，
哪有法度做遐个代志对无？伊搁爱印，搁爱写对无？搁爱想遮个内容，搁爱宣教，因为是一个牧师嘛，伊去巡教会啊，看会友啊，问道理啊，哪有法度？所以迄阵吼，即个因成立即个叫朱丁洞啦吼，朱丁洞嘛有请一个工人啦，即个工人吼叫做苏刷啦，伊爱去倒里学，伊咧毋若是巴克利牧师教尔啦吼，伊嘛有去厦门的所在啦，吼，迄阵咱即个算是伫厦门迄个所在，因为咱知影来台湾的宣教师嘛，拢爱去迄个所在训练，啊，包括一寡即个较早的吼印相册、印啥嘛，是拢爱去迄个所在，所以就去遐学技术啦，才转来即个台湾的所在，伊就做即个印刷工人啦。啊，咱想讲吼，这可能。这做工人嘛吼嘛，无啥物吼。其实吼，迄个时代，因为咱毋知影迄个字吼，迄个是签字嘛吼，迄个签有动啦吼，爱洗手啦，所以毋知影是毋是这个关系，伊可能迄个时代无即个洗手的观念，所以伊就真紧就过身去啊啦。吼，你想的可能甲即个嘛有关系。所以吼，即个印刷机安尼做起来吼，啊有工人，啊了后吼就开始印吼，啊这印报纸。当然，头仔讲到这个苏刷的故事，讲这个过程讲嘛受拄着挑战嘛，受拄着困难啦吼，但是嘛是伊来这个克服啦吼。啊，这个报纸吼，伊第一看到的是写啥啦吼？阮咧公报社吼，前几档有做一台这个复刻版的印刷机啦吼，就是互囡仔会使佚佗的啦吼。就是头仔讲着嘛，台南女中的学生嘛会使来佚佗。啊，这个咧。阮就有做一个纪念品啦吼，你若来用就送一个纪念品，就是即个第一版的报纸吼的 cover 吼，来做一个即个细项的纪念品。啊，这面顶是写啥咧？这个是吼，这个是照较早的报纸真个甲印落来啊吼，这是台湾府城教会报啦吼，第一张啦，光绪11年6月啦吼，这啦吼，啊这迄阵报纸敢若4页尔，啊一页安尼尔。啊，面顶到底是写啥物咧？面顶写啥？哦，面顶写讲吼，我来念互大家听啦吼。即个无长啦吼，差不多400字吧，吼300-400字安尼吼。伊讲吼，我即摆是念台湾第一份报纸的内容吼，头版吼。台湾府城的教师问教会内的兄弟姊妹平安，愿上帝赏赐恁大家大恩典。阮过来即边。是因为爱传天国的道理，互人捌上帝来得到救。所传的道理拢是圣册所教示的，若毋是圣册的道理，阮毋敢讲。所以，阮豆豆苦劝恁着读册来看圣经，毋望恁哪久哪捌上帝的道理，也毋免的确我靠牧师也是传道理的人来讲道理互恁听。因为恁本身看圣册，受圣神的感化，虽然无人来教示，恁还佫会知上帝的旨意。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哦，少人会晓看得，所以阮有设别面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众人看较紧捌哦，也。近来伫府城，阮有设一个印册的器具，通印字，亲像即款的款式。但毋望恁众人要出力学遮个白话字。后来阮若印啥物册，恁拢会晓看。人毋通拍算，因为伊捌孔子字，所以毋免学即号字，也毋通看轻伊。讲伊是囡仔所读的，两样的字拢有路用。不过因为即号较紧也较明，所以人着大声读伊。后来若要煞读孔子字是真好，总是白话字着较大声。惊了若毋读，恁袂伫看阮所别日所印的，所以阮苦劝恁众人。入教以及听道理的人，男妇老幼、捌字毋捌字的人，拢总着紧紧来学。亲像安尼，恁就会晓读
即号的教诲报、甲外册、甲圣册，毋望恁的道理哪深，恁的德行哪招卑，吼，就是安尼。啊，我看啦吼，即有2个重点啦吼。一个重点是啥？当然要传道理啦，啊，传道理安怎传？爱看圣册啦，啊，看圣册爱安怎会晓看圣册？爱捌字啦。啊，好处是啥？你若会晓家己看圣册，你就袂听人黑白讲啦，嘛无一定黑白讲啦。你就毋免等咧伫遐要听人讲，较家己就会晓家己去看，哦，啊，会使了解上帝的道理啦，吼。啊，第2个重点咧，孔子字真学啦。啥物是孔子字？就是汉字啦，吼。啊，咱敢知影？清国迄个时代台湾人，吼，大部分拢是讲台语啦。但是咧，读册人是读汉字啦，吼。但是汉字学起来吼，咱即马国小读6年哈，你国小6年的哦，汉字可能有一寡较难的嘛是看无。但是即个白话字有一个优点，吼，你若会晓，你若学过了吼，较巧的人吼，会晓讲话吼，你的手就使写你的喙啦，吼，会晓读册、读批、读报纸啦。啊，咱汉字哪有可能讲你学3礼拜你晓读册？无可能嘛。但是这白话字有法度啦，吼，有法度做到安尼。所以吼，即个无落名发刊士讲哦，你若袂晓的吼，你若袂晓汉字的吼，你就紧来学白话字。啊，你若会晓汉字啊吼，你嘛毋通看轻白话字啦吼，2种拢爱学啦吼。这是一个真好的工具啦吼。啊，像阮甚至讲你讲清光时代，啊，到阮外公外妈时代嘛是啊，伊嘛是汉字可能捌无济，但是靠白话字，我都读圣经，我都写批，这是一个真利便的器具啦吼，啊，真重要。好，啊吼，像即个时代吼，对于发刊了后，即个教会公报吼，其实叫台湾府城教会报啦吼，毋是叫教会公报。伊的意义吼，我想有几个意义啦，伊就是一个台湾历史的记录嘛吼，像第2刊吼，就有一个广告啦吼，中学啦吼，即摆中英中学，较早吼，即个西式的学校无啦吼，拢是长老教会开始设的，包括白院啊、西式白院，甲即个中学、大学吼，伫内底招生啦，咱会看到迄种招生的即个条件啦吼，你了解迄个社会讲哦，安尼收偌济钱，啊，食饭爱收钱无？啊，安怎来即个所在，爱招几个人？啊，其中一寡文化的条件吼是。像艺术啦，比如讲，伊就无爱人绑骹啦，因为清国时代女性爱绑骹嘛吼。啊，搁有讲你若吼较巧的年纪超过嘛袂要紧啦，吼，即类的等等的条件啦，吼。啊吼，爱补充一点就是讲吼，因这宣告瞄准的人是啥物人啊？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精神啦吼。就是讲伊这瞄准的，伊用啥来用白话字，伊就是要瞄准的是。大部分台湾大部分基层的人啦吼，伊毋是讲我若要甲贵族吼，也是讲即个士绅吼，要来甲因拍好关系，我一定用汉字的嘛，对无？这是一个高尚的汉字，我来用高尚的汉字对无？我哪用白话字吼？因为迄阵伊有讲着，毋通看轻即个白话字，所以这个表明一个态度啦，吼，就是即个基督教伊宣告来台湾的起初的精神吼，是瞄准即个基层的啦。即个基层的，你可能是劳工吼，咱知耶稣迄个时代是甲拍戏的人做伊学生嘛，啊拍戏的迄个时代是可能社会地位嘛，毋是遐悬的啊。啊，咱即个迄阵巴基罗斯因来台湾嘛是安尼，即白话字是要互所有的人拢通看册，会通学看字吼，会通写批，会通看报纸的，吼，毋是讲即个文化水准介高尚的人，才会通来亲近即个道理哦，吼，这是。我是感觉即个精神到即马教会公报嘛是需要去掉的啦，吼嘛有掠掉即个道理。讲阮报道毋是讲即个啊生活过了真好诶，吼真凉快、真爽快，所以这是阮即个要传福音诶对象。无啊，即个是劳苦担重担诶人，拢会上来亲近安尼啦吼。啊，报道议题嘛是劳工诶啦吼，受压迫诶啦吼，这都是一个真重要诶精神，对起初就会使看会出来吼。啊，即个。迄阵吼，阁有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吼，叫做报社消息啦。啊，讲即个报社消息啥？就是玻璃迄边啦吼，有一个这啥物人记的咧？有一个海报啦吼，姓詹的人吼，即个传道书啦，叫詹启行。啊，去遐看到啥物咧？伊看到汉人咧食即个原住民的肉啦吼。
咱会去甲迄报纸抄出来，这是真好诶历史记录吼。咱知影讲哦，迄个时代有发生即个代志。你若甲迄完整诶报道抄出来吼，看到一个讲，伊会写啦吼，写讲迄阵是一个囡仔吼，啊，伊原本应该去来教会读册啦，那走去佚佗无来啦，啊无来吼，煞去互人出草，去互原住民出草去啊，吼，啊，逐个拢足惊吓，啊，所以迄阵诶汉人吼，就报复啦吼。因就是摕即个武器吼，去凊彩看到原住民吼，要共杀啦。啊，杀诶吼，毋若杀啦吼，较早原住民可能出草逃毒去，啊，汉人吼，甲原住民杀掉了会创啥？竟然甲即个肉摕伫菜市仔咧卖啦，吼，就讲即个骨头会使，会使去控啦，吼，控骨头啦，啊，食心脏诶安那，食肠啊安那，食肉诶安那。啊，伊去诶吼，过一阵仔，去倒来即个市仔诶所在，迄卖甲要了伊啊啦，甚至吼，即价销是足贵诶啦。伊即个肉诶价销吼，比你买猪肉啥更较贵咧。所以伊咧感叹着讲吼，即个汉人实在是比番搁较番啊，就是讲你咧食人肉呢，你咧搁较你若讲人番啊是安尼无，甲你诶文化是安尼，但是你其实汉人嘛是无偌好。无偌好啦吼，啊，这是一种历史诶材料，啊，包括讲即个铁达尼号吼，伊顶阵吼，即个教育公报拢有报着，啊，佫有一个真趣味诶啦，迄阵编报纸吼，伊有牵一个来辩论啦吼，就是经过啦吼，这可能是编报纸诶需要，但是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态度啦，就是伫迄个时代，因对即个基督信仰诶态度是安那，欢迎来辩论啦。毋是讲啊，这你若有啥物无共意见吼，我互你讲话啦。但是迄个可能嘛有时代需求啦，因为大部分的人毋是基督徒嘛，伊希望透过即种辩论，吼，会当甲即个道理吼讲互明。但是我感觉即个态度，咱即嘛是需要去掉即个态度啦，因为咱知影吼，咱教会其实毋是铁帮一地，吼，遮济代志，咱是人嘛，人有伊个软正的所在，所以你无可能一个人捌所有的代志。所以教会公报嘛是希望有即个精神来保留啦，就是欢迎大家来辩论。无论讲即个议题吼是即个教会内的议题，还是讲社会议题，咱需要保留即个自由的空间，互大家吼敢讲话，较法度来进步啦。啊，伫即个一开始即段吼，从为创刊吼到即个后来进入即个日本的时代了吼，真无彩的所在就是1942年的3月吼，因为即个日本已经开始要战争啊啦吼，开始要即个甲即个言论的自由啊，甲即个资源拢收缩起来，所以伫1942年3月吼，即个创刊的即个台湾教会公报吼，去互停刊起来吼，不得已就去互停刊啊啦。即个一直爱到战后吼，战后1945年的12月，才有过来复刊啊。